麥兜失戀之後，日日喺間房度聽啲悲情歌，唱呢個遙望，唱完又唔開心。有一日去咗行山，見到有個回音谷，於是就大聲嗌啦：乜乜，我好掛住你啊！回音谷就啲回音就講：住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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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你。麥兜跟住就講啦：你都唔喺度，嗌你做咩啊？跟住博士就突然間出現啦。回音有趣之處就係你講咩，佢都會聽到咩。跟住麥兜就講啦：咁又點啊？博士就講啦：如果你日日講我放唔低，結果就係你真係放唔低。麥兜就講啦：咁即係話，如果我日日講我過得好好，咁真係會過得好好啊？博士就講啦：冇咁簡單，因為嘴巴講唔夠㗎，心仲要信，行動就要跟上。麥兜再講啦：咁有冇方法可以令回音谷變成麥兜加油啊？博士就講啦：有，改變自己講出嘅話，然後改變自己做嘅嘢。跟住麥兜深呼吸大嗌：我值得擁有更好嘅愛情。跟住回音谷就喺度講啦：更好嘅愛情，更好嘅愛情，更好嘅愛情。麥兜就望住遠方，心裏面開始有啲唔同嘅感覺，喺度講：可能有一日，真係會有一日。博士就講啦：你諗多咗啦，快啲落山食飯啦，跟住就有力重新開始㗎啦。